你再講多一次。糖果嘅最高境界就係補中液啦，補咩都唔夠補中液啊！你記好呢個土方子，慳翻自己血汗錢，人人飲得起嘅。呢個方法一旦公布出嚟，好多藥店可能都做唔落去啊！但係只要有一個人因此受益，送上一朵小紅花俾我，都係我堅持落去嘅動力。老祖宗叫佢做消渴，根本原因就係陰虛燥熱。通俗啲講咧，就係津液少咗，糖冇辦法俾利用，就會堆積喺紅色嘅管道入邊。所以你記住啦，糖越高，津液就越少，津液越少，糖就越高，形成咗個惡性嘅循環。既然問題揾到咗，我哋要諗辦法去補充津液啦。只不過咧，補津液啊，佢唔係補水嚟嘅，你飲再多水都冇用㗎。可以試下呢個老祖宗流傳下嚟嘅土方法啦。玉竹、麥冬、黨參各5克，全部放入保溫杯度泡住飲，一日之內反覆加水，反覆沖泡，直到冇味。一個禮拜就飲5次，就咁樣，你堅持飲落去啊，飲下飲下，你就會發現變化噶啦。嫌麻煩或者唔知道點搭配嘅朋友，喺視頻左下角有搭配好嘅免治茶包啊，帶翻去就可以飲起身噶啦，快啲試下啦！